哈嘍，今日分享 AP 計時多功能機芯抹油。首先檢查上鏈、校時間、跳日曆等基本功能。基本功能可以正常運作，再嘗試開計時按鈕，查看回針功能是否正常。計時功能開啟後能夠精準回針，呢個時候基本可以斷定第幾部分零件無損壞，應該係時間內無抹油導致嘅機芯乾油。依家相機打線好似雪花咁，打唔到條線出來，日差、擺幅嘅基礎信息都冇辦法顯示。隨後拆散機芯放入自動抹油機芯層清潔，將舊油漬徹底清潔乾淨。機油耐咗會變質乾固，機芯內零件繼續運作會令乾咗嘅機油不斷摩擦，變咗固體油粉散落到機芯各個角落，反而會成為機芯正常運作嘅障礙。清潔重新上新油後擺幅達290度左右，日差每日1秒。